珠海市的中海環宇城位於香洲歐九洲大道前山河畔，臨近前山輕軌站，總開發面積約48萬平米，包括10萬平米購物中心、甲級寫字樓、5星級酒店和住宅小區，同時集購物中心、商業辦公、精品住宅於一體，引領珠海國際化、濱水精緻生活，是文旅購物消閒的好去處。附近有輕軌站、公交站及文旅專線巴士提供，以關口至商圈直達的方式，為港澳消費者提供了舒適的出行。珠海環宇城綜合體位於前山河畔，環境優美，交通便利，是珠海市民和遊客休閒購物的理想場所。環宇城商場有不少購物店鋪，餐飲美食14種類各式，其次有火鍋烤魚西餐廳、粵菜客家菜、燒肉小菜館茶餐廳、自助餐特色茶飲等等，款式眾多。商場還有不少品牌商店，有首飾、時尚服飾、體育用品、電子產品、圖書玩具、兒童體驗電影院等，集娛樂消閒購物，是一家大氣遊玩的好地方。珠海環宇城綜合體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創意的地方。